最後的磨刀石。磨刀石廠的歇業公告貼在大門口已經1個月了，牆上的日曆只剩下最後一頁，像一片即將飄落的枯葉。黃師傅蹲在車間角落的水磨機旁，粗糙的手指摩挲着一塊暗青色的石料。他的眼鏡畫到鼻尖，迷着眼透過鏡片上方觀察石料的紋理。老黃，還研究呢？年輕的工友小陳拎着打包好的工具箱走過來，語氣裏帶着善意的調侃：這廠子月底就關了，你這研究成果準備帶進保安室。黃師傅沒有抬頭，只是輕輕轉動着手中的石料。這亞肯色石質地是好，但孔隙率偏高。我在想摻點角粉會不會改善耐磨性？沒人需要耐磨的磨刀石料。黃師傅會計林這經過時策劃，他抱着裝滿文件的紙箱，現在都是不鏽鋼刀，鈍了就扔。上周超市特價10塊錢3把刀，誰還費勁磨刀啊？車間裏傳來幾聲附和的笑。黃師傅終於抬起頭，花白的眉毛下眼神依然清亮。我知道，那你還得磨啥？小陳不解。工作一天就要進步一天。黃師傅簡單地說，又低下頭去。小陳搖搖頭走了。車間漸漸空蕩，只剩下機器斷電後的寂靜和黃師傅打磨石料的沙沙聲。最後1星期，廠裏只剩黃師傅和老闆2人。老闆在整理文件時，看見黃師傅還在工作台前，面前擺着5塊不同配比的磨刀石樣品。老黃，下個月的保安工作安排好了，下周1去培訓。老闆說，這些天謝謝你。黃師傅用棉布擦拭着一塊剛完工的磨刀石，石面光滑如鏡。李總，我能帶走幾塊石料和工具嗎？拿吧，反正剩下的都是要處理的。老闆頓了頓，說真的，我一直想問，為什麼這最後1個月你還這麼投入？這門手藝可能沒用了。黃師傅接話，他舉起一塊磨刀石對着光看，但手藝本身不會沒用。他放下石頭，緩緩道：我17歲進廠當學徒，師傅教我的第一件事不是怎麼磨石頭，是怎麼磨心性。他說，磨刀石磨的是刀，練的是人，每一道紋理都要均勻，每一個角度都要精準，不是為了一把刀，是為了做事的態度。窗外夕陽給空蕩的車間鍍上一層暖金色。黃師傅的聲音在空曠中顯得格外清晰。我父親也是磨刀匠人，小時候看他給人磨剪刀，一推一拉，專注得就像在完成一件藝術品。那時候家家戶戶都珍惜工具，一把刀用10幾年，磨了又磨。時代變了，老闆輕聲說。是啊，時代變了。黃師傅微笑，但有些東西不應該變。我研究新的石料配比，不只是為了做更好的磨刀石，是為了保持把事情做好的那份心。就算明天廠子不在了，今天我也得把今天的事做到我能做到的最好。最後一晚，黃師傅獨自完成了最後一批訂單，50塊定製磨刀石，是一家老牌刀具廠的告別訂單。他檢查每一塊的平整度，測試每一塊的磨削力，包裝時還在每個盒子裏附上一張手寫的使用說明。關燈離開時，他回頭看了一眼沉睡的機器。月光透過高高的窗戶灑在那些陪伴了他40年的設備上，像一場安靜的告別。1個月後，黃師傅已經穿着保安制服在新建的科技園區執勤。某天下午，一個年輕人急匆匆跑到崗亭，額頭上還帶着汗珠，身上沾着細微的麵粉與肉腥混合的氣味，那是鮮肉店後廚特有的氣息。年輕人先是去了已經關閉的磨刀石廠，鐵門緊鎖，牆上貼着結業告示，在風雨中微微捲邊。他盯着告示看了很久，最後撥通了上面留下的老闆電話。電話那頭的老闆聽完他的來意，沉默了幾秒，說：黃師傅現在在城南科技園區當保安，你去那裏找他吧。年輕人喘匀了氣，仔細打量着崗亭裏這位穿着保安制服卻依然保持着像人挺拔姿態的老人，小心翼翼地開口：請問你是不是之前在磨刀石廠工作的黃師傅？黃師傅點頭，目光落在年輕人圍裙邊緣那些洗不掉的油漬和磨痕上，那是長期在案板前工作的人才會有的痕跡。太好了，年輕人鬆了口氣，從背包裏小心翼翼地掏出一個木盒。我爺爺讓我一定要找到你。我們家開鮮肉連鎖店的，這30年來，店裏所有分肉的師傅都用你做的磨刀石。黃師傅接過木盒打開，裏面躺着一塊邊緣已經磨得極薄的老磨刀石，石體中央因長期使用微微凹陷，但側面他親手刻的黃記標記依然清晰。這塊石頭跟了我們最老的林師傅20多年。年輕人語氣急切，
現在市面上賣的那些磨刀石，要麼太軟，要麼磨出來的刀鋒不持久。爺爺說，只有你做的石頭，能磨出那種入肉無聲、切骨利落的刀。黃師傅的手指撫過石面，感受着那些經年累月形成的細微紋路。這是我用早期配方做的，用的是老坑的天然砂岩。他抬頭問，為什麼不用電動磨刀機？現在很多肉鋪都用那個。年輕人苦笑，我們試過，電動機磨出來的刀鋒太脆，切精肉橫行，遇到筋骨就容易崩口。而且機器磨的刀溫度高，會影響鋼材韌性。他從背包裏又拿出一把用布包着的斬骨刀，你看，這是我們老師傅用的刀，德國特種鋼，一把要價上萬。這種刀只能用好的磨刀石手工打磨。黃師傅接過刀，拇指輕輕試了試刀鋒，點點頭，確實是好鋼，但也確實難磨。爺爺說，一把好刀要有魂，而磨刀石就是給刀賦魂的東西。年輕人誠懇地說，現在這塊石頭快磨穿了，老師傅們都捨不得用。黃師傅，你還能做這樣的石頭嗎？黃師傅沉默片刻，起身走進崗亭後的小儲物間。出來時，他手裏拿着一塊深灰色中泛着金屬光澤的長條形石塊，這是我在廠子最後一個月研發的新配方。他將石頭遞給年輕人，摻了角粉和碳化矽，比傳統砂岩更硬、更耐磨。我反覆測試過，磨出來的刀鋒既有韌性又有銳度，應該更適合你們的專業刀具。年輕人接過石頭，仔細端詳，這手感比我們原來那塊更緻密。對。孔隙率只有傳統石料的1/3，磨削更均勻。黃師傅的眼睛亮了起來，而且我調整了火粒配比，粗磨細磨一體完成。你們老師傅用起來應該能省不少時間。這太珍貴了，年輕人連忙說，我們按價錢。黃師傅擺擺手，手藝人的作品要遇到懂用的人才有價值。告訴你爺爺和店裏的師傅們，廠子雖然沒了，但手藝還在。如果這塊用得好，我還可以根據你們不同刀具的需求調整配方。斬骨都需要更粗的火粒，切肉都需要更細的。年輕人離開時，黃師傅站在崗亭外目送，夕陽將年輕人的影子拉得很長。那塊新磨刀石被他小心翼翼地抱在懷裏，像抱着什麼寶物。3個月後的某個清晨，黃師傅剛交接完夜班，準備離開崗亭時，看到一輛小貨車停在園區門口。那個年輕人從車上下來，身後還跟着一位頭髮花白、繫着白色圍裙的老人。黃師傅，年輕人興奮地招手，我帶爺爺來了。老人走上前，伸出滿是老繭卻異常穩健的手。黃師傅，我是陳記鮮肉的老陳，你那塊新石頭夠了我們3家店的生意。老人從隨身的布袋裏拿出2把刀，一把斬骨刀，一把片肉刀。刀鋒在晨光下流轉着青灰色的光澤，那是只有經過完美打磨的專業刀具才會有的光。我們店裏8個師傅輪流用了3個月，老人語氣中滿是讚嘆，這石頭磨出來的刀鋒比我們原來那塊老石頭還要好，入肉順滑，切筋不斷，連最難磨的斬骨刀都能保持鋒利一整天。他從懷裏掏出一張照片，上面是肉鋪後廚的場景，7、8個師傅圍在磨刀石旁，有人正在打磨刀具，有人在仔細觀察刀鋒。這些都是跟了我10幾20年的老師傅。老陳說，他們說用這塊石頭磨刀的時候，能感覺到刀在呼吸。現在其他鮮肉店的老闆都來問，這石頭是哪裏來的？黃師傅接過照片，手指輕輕拂過那些陌生卻又熟悉的臉孔。他看見那些師傅專注的神情，看見他們手中閃亮的刀具，看見那塊他親手製作的磨刀石被珍重地放在工作台中央。我們想訂購20塊，年輕人接話道，不只是我們自己的店用，還想推薦給同行。現在市面上真的找不到這種專業級的磨刀石了。黃師傅沉默了很久，晨風吹過科技園區的玻璃幕牆，遠處傳來上班族的談笑聲。他低頭看看自己身上的保安制服，又抬頭看看眼前這2位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人。我做，他終於說，聲音不大卻很堅定，但我需要時間。現在沒有廠房了，我只能在家裏的小工作間做，1個月最多能做5塊。沒關係，老陳緊緊握住黃師傅的手，好東西值得等。這不只是買賣，這是傳承。我們這些老手藝人得互相撐着。
那天之後，黃師傅的生活有了一絲不易察覺的改變。他依然每天穿着保安制服準時上班，認真巡邏，記錄進出車輛。但下班後，他會回到租住的小公寓，在陽台上佈置出一個簡單的工作區。鄰居們有時會聽到陽台傳來規律的打磨聲，看到黃師傅戴着老花眼鏡，在燈下一片片測試石料的硬度。保安隊的同事開玩笑說，黃師傅在陽台上開起了山寨工廠。黃師傅只是笑笑。他在保安日誌的扉頁上寫了8個字：一日不磨，一日不進。半年後，陳記鮮肉的師傅們都用上了黃師傅新造的磨刀石。消息在專業廚師和肉鋪師傅間悄悄傳開，開始有飯店的主廚、壽司店的老闆輾轉找來科技園區，只為求一塊黃師傅的磨刀石。黃師傅從不主動推銷，也不擴大生產。他依然每月只做5塊，每塊都根據使用者的刀具類型調整配方，每塊都附上一張手寫的保養方法和他的聯繫方式。有一天，科技園區裏一家新創科技公司的年輕 CEO 經過崗亭，偶然看見黃師傅正在包裝一塊磨刀石。他好奇地詢問，黃師傅便簡單講了這石頭的來歷。年輕 CEO 沉思良久，臨走前說了一句話：黃師傅，你這不是在賣磨刀石，你這是在做匠心生態系統。黃師傅不太明白這個新詞，但他記住了這句話。那天晚上，他在日誌上寫：所謂淘汰，不過是換個地方繼續。又過了1年，科技園區舉辦傳統與創新主題展，主辦方特意在黃師傅的崗亭旁設了一個小展台，上面放着他不同時期的磨刀石作品，從最早的手工砂岩到最後的新配方石料。展台前的介紹牌上寫着：這裏有一位保安，也是最後的磨刀石匠人。他的作品不在博物館，在每天切肉切菜的廚房裏。他的客戶不是收藏家，是讓城市運轉的勞動者。在這個一切皆可拋棄的時代，他仍在磨那些需要被磨的東西。展覽期間，許多年輕人駐足觀看，有人拍照，有人詢問，也有人不理解為什麼要在科技園區展示磨刀石。黃師傅從不解釋，他只是在有人問起時，平靜地說：科技讓世界變快，但有些東西需要慢，都要慢慢磨才能快切，人要慢慢練才能精進。最後一天的展覽結束後，黃師傅照常值夜班。夜深人靜時，他拿出那塊最初研發的新配方磨刀石樣品，就着崗亭的燈光，用細砂紙做最後的修整。月光灑在石面上，泛起一層溫潤的光澤。黃師傅忽然想起40年前師傅對他說的話：石頭不會說話，但磨出來的刀鋒會替他說話。你的手藝如何，存在那一線刀光裏。如今他的刀光在城市的各個角落閃爍，在肉鋪的案板上，在廚房的灶台邊，在那些依然相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人手中。凌晨2點，黃師傅完成最後的打磨。他將磨刀石對着燈光仔細檢查，石面平整如鏡，無一絲瑕疵。然後他拿出一個小本子，在上面記錄：今日完成第73號石，配方微調，碳化值比例增加2%，以適應新型高硬度不鏽鋼刀具。測試者：海鮮世家主廚劉師傅，下周取貨。合上本子，黃師傅望向窗外，科技園區的燈火徹夜不熄，遠處的程式員們正在為明天的產品發佈會做最後調試。這個世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奔馳，而他這個穿着保安制服的老匠人，選擇以另一種速度存在，不是對抗，不是懷舊，只是安靜地、固執地繼續磨。因為他知道，無論時代跑得多快，總有一些鋒芒需要被細細打磨，總有一些匠心需要被默默堅守。而這就是他選擇站立的位置，在飛速旋轉的世界邊緣，做一塊沉靜的磨刀石，打磨時間，也打磨這個時代最稀缺的專注與耐心。晨光微露時，黃師傅在日誌上寫下最後一行字，與40年前他第一天進廠時師傅要他寫下的那行字一模一樣。今日工作已畢，明日繼續精進。這8個字，他寫了一輩子。而這塊最後的磨刀石，還會繼續磨下去，磨到再也沒有人需要的那一天。如果那一天真的會來臨的話。